从久从久远以来以修法身为因修法身为因是习六多万的法为缘积聚无量福德积聚的这个力量，智慧所获得的我的色身以所积点，所以获得的圆满悟性，圆满的报身。所以我的圆满的报身内底当中，有负责的32项，这是最好的内当中这是佛爱经过91大劫了后修成的物件，靠这个意境。所以我会记得当时我是捌提笔内底当中，认真我甲迄个释迦牟尼讲，迄阵是什么菩萨？伊甲讲，你著是91劫。你会当证着佛地，所以迄阵当时认真讲佛交代即句话，所以因为伊安尼修过91大劫，修成着32项，非常好的这个境界。所以呢，这个根据着必福庄严经内底当中，每修100劫，40个庄严相，五经文3期修福。为必劫修上好啦3期3大阿基劫，这是相当的久啦这个久我无免去讲啦所以3大阿基劫，就是咱咧讲非常的久所以伫迄个当中呢，必劫修上好，有赞佛仪啦阿弥陀佛心阿弥陀佛心。吉祥上贺功名无定论北河翻转摩苏密灌木定清数百海，这是报身的庄严的相貌这个百福庄严经讲的是半话伊讲阿弥陀佛心，阿弥陀佛心阿弥陀佛心，这个是一个是一个金色，上好功名无定论。这个上好的功名无定论就是无法讲去比，迄个毋知偌好，无啥物人比咱较好就对啦。北河湾如摩苏密须弥山有须弥婉转这个北河就讲好像一种的这个毫光的显现婉转有须弥灌木澄清四大，迄个灌木就是讲，我甲查迄个查迄个电源就是，迄个灌木青色就是讲，迄个青色的点光互你看出了后当中伫迄个四大海内底当中伊相当安尼解释，所以这是我哋报身的庄严相。伊若安尼当中伊讲起来，即段话甲解释起来，就是我哋咧讲用着这句话形容着伊个佛的报身上就是讲这样物件所以呢，报身上是非常的庄严所以咱讲到的应心，第三应心，咱讲到总上的第三项，应心有作应化心，应化心就是咧讲啥物件？佛为救度众佛德为救度众这个苦难的众生应众生的根基，以大悲愿心，随处随类凡卡的化现，种种实相。当然咱知影，就我拄则讲的，因为佛就是为化众生，伊时时刻刻伫对一个所在，伊就化对一个现象。你想讲，咱有一个咱台湾较早有一个八七水灾巴西水灾巴西水灾当中呢，因为讲美军的军机讲飞去顶岸，讲用着迄个快门的摄影机讲对一片画面足奇怪，我怎爱翕？世界就是全世菩萨伊大溪迄个大渡溪桥你救水劫，伊画的相迄个相片迄流传真久啦，真诶假我毋知啦
但是完整的有你个性基有嘛，个性基，因为为了救化众生、度化众生，伊是不可思议，唔是互咱个人用着咱个人意识形态来当去甲量身定做，是毋是安尼？所以伊随处你对的所在，随处有灾难，伊就到处救灾救难。但是伊到处的救灾救难，伊引发这个心拢无相像，拢总无相像。哦，比如讲今日，咱今日，咱个现在咱变的地址，咱今日到国外去办的，咱嘛引发不同的的角色，对不对？哦，比如你去到印度，你爱去学哪？学印度英文呢？学印度话呢？你到菲律宾啊，你去学菲律宾的啥物英文呢？大家拢呢？是毋是安尼？你去到这个泰国，你是用经理去就开始补六个月，伊就开始补六个月，迄个啥？迄个泰文呢？是毋是安尼？因为伊都平常爱应泰国的需要来使我上线。咱正到中国大陆嘛是用西上呢，正中国大陆无开放呢，这两日啊当做咧，可能搁咧感冒尔呢，大陆还搁咧感冒尔，讲即嘛，迄个而且阿孙仔甲你讲者吼，讲因个张经理讲我听啊，讲以前你去，讲因为因多叫几个伫遐坐啦，公安你入去，甲伊叫出来。